脑中风往往会造成无共程度的神经功能的障碍，造成失灵，更加是国人残障主要的原因之一。临床的表现包括意识的改变、肢体无力、口歪眼斜、言语不清等。因此，基美医学中心神经内科医师刘伟霆表示，平时除了注意危险因子，包括高血压、高血糖加高血脂。另外，食薰、啉酒、加心律不整，嘛要特别注意。脑中风其实是可以有效预防的，在透过控制危险因子，可以有效预防大概80% 的病人发生脑中风。那脑中风的危险因子有三高，主要以高血糖、高血脂还有高血压为主。那另外还有心律不整，还有抽烟、喝酒这些其他的危险因子。那有效控制这些危险因子，可以降低脑中风发生的情形。那另外的话，在血管的一些检查方面，我们可以提早去做颈部超音波或者是磁振造影，去看看有没有一些危险有一些那个脑中风的一个风险。包括颈动脉超音波可以看到，颈部的颅外的血管是不是有一些狭窄、阻塞或钙化的情形。那磁振造影主要是看颅内的血管的状况。那磁振造影除了看血管的状况之外，还可以去看有没有一些小中风、小出血是以前没有症状的。那如果有这些危险因子，我们可以提早的去控制它，然后降低中风的情形。这样。医师表示，脑中风有分缺血性加出血性，缺血性大约占80%。随着人口的老化，脑中风的病人嘛哪来哪增加。根据基美医学中心的统计，每年大约增加1000位。平时除了注意三高的控制，民众嘛应该透过颈动脉血管超音波、甲脑部的磁振造影，嘛会用来评估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性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